一个班3个人，不停的询问，坐的铁凳子，按他们的说法是老虎凳子。他们4天4夜把我提神，把我这样子挂着，只能脚这样子塞到地上，就这样子挂着。4天4夜没有让我睡觉，我睡觉要把我的手挂着那个门上，铁门上，就这样子折腾我，折磨我，威胁我把你的护照要烧掉，你这个活着出不去。脚绑在这儿，然后这个脚这个腿绑在这个床上，只能这样子，再多的活动不了，只能这样子。指的捡不起来，你这样的话也是只能这样子，根本就不让洗衣，不让洗澡。他们让我承认就是危害国家安全罪，第二个就是组织恐怖分子，煽动恐怖分子，包庇恐怖分子。